教台语的快乐，作者高家辉。即马伫一间国校教册教了袂歹，已经伫遮教第3年啊。我毋望阁会当留落来踮遮教，因为我教的学生大部分拢真古锥。虽然有当时仔囡仔会加减仔搞怪，毋过这嘛是真事常的代志。咱做老师的人爱有耐心甲牵教。因为上重要的是用对的方法，用一寡引出的话来互因认真上课。咱台语课毋是主科，所以会当互老师有诚大的发挥空间，毋免用死板的方式来教。我感觉缀教的是爱甲课本内容甲因生活做结合，安尼因自然就有兴趣。要学要听，我嘛教因罗马字，用趣味的方式好学，吸收是上好的。伫期尾考试阁会考我设计的罗马字考试，互因快乐学台湾字。我伫教的过程中，撞到遮尔古锥的囡仔嘛是真幸福啊。虽然囡仔的台语无啥练转，毋过只要有互伊练习的机会，就加减仔会进步。上重要的是，因会当教伊台语课，上好欢喜较要紧啦。这就是我教台语的快乐。